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當靈魂喺療癒之地恢復好能量之後，就會進入一個充滿活力，好似大學校園一樣嘅地方——學習殿堂。朵洛莉絲喺催眠中發現，靈界嘅學校同地球嘅截然不同。呢度冇課本，冇考試，只有最直接嘅意識下載。靈魂喺靈界圖書館有以下奇妙經歷。你而家見到嘅學校或者圖書館入面有冇書？冇書。呢度係一座好宏偉由光造成嘅殿堂，入面一排一排嘅唔係書架，而係一條條五顏六色包含住唔同知識領域嘅光柱。我想學習邊種宇宙知識，只需要將手伸入去光柱，或者成個人融入去，一瞬間所有嘅知識就好似下載咁，直接變成我意識嘅一部分。喺嗰度，你哋點樣理解複雜嘅靈性概念？例如係慈悲。喺呢度，知識同體驗係一體嘅，你唔需要讀定義，你只要融入慈悲嘅頻率，你就直接成為慈悲嘅本身。所有嘅進步都冇人會逼你，全部都係出自你自己想變得更完整嘅渴望。除咗自己學習，靈魂仲會組成唔同嘅小組，由更高階嘅指導靈帶領，一齊探討宇宙嘅能量運作。靈魂嘅本質就係意識，而喺靈界，學習就係極致嘅享受。原來世間最極致嘅明白，唔係去讀懂一件事，而係讓靈魂去成為事件嘅本身。